先供人，先献祭，看献祭的人。穿白色礼服，带着白羊旗。请主祭团出面。法官局还能够建设大学研究所，一贯道天王学院在神内建台山，目前又归神内建台山。还有龙华双语学校很优秀的，在两湖山的观音园真的逛逛很多浅显的盐湖。进贼，献贼，修贼，三叩首，一叩再叩，三叩首，起。坐仪归，在进行阿献行的进香、献香、收香、敬各。献各、修各。敬专，献专，修专，三叩首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首，起。坐仪归。在进行上献的进香、献香、进香。敬酒，敬斋饼，献斋饼。三叩首，七叩、八叩、九叩首，起。坐仪，当献行礼品，请主祭团同意。看献祭，献香礼，献供礼，请会祭团同意。各位全体来宾、各位同事、各位家属，今仔日这初代上主祭团、会祭团，抱着这种诚敬、感恩的心，迄落咱的祖先，各
兵抓将在民，民三兵列完毕。恁所做的功德，从恁的功德单到咱的香炉头前来献上，相信恁的祖先一定是非常的欢喜。即摆呢，要来恭请咱在点数，来甲咱秘书，来用掌声来欢迎当有在点数，来请起立。可以动手，常常讲的，咱去年报他是，安尼搞笑，大家好，今仔日红道节日是春开沙关宁波大介绍了我自己，再讲咱感谢天意水电。今仔气候真好，拄啊咱的同志讲，这就是讲究天然水电，上天自然形象，万仙菩萨在来护持，甲咱利用。那么咱的家属今仔日来遮参加这个介绍，咱就是要心中对愿，来感应咱的父母，咱的先人。在时甲咱照顾，这点的温情，最好的温情，就是用功德来报答咱的先人，是大人也好，公阿妈也好，是最好用作。所以今仔日会使讲，感谢全体大使，公司的人员，今仔日。爱送茶比阮，我送茶爱做。感谢工作人员，大家真辛苦。最后就是要感谢咱在座各位兄弟姐妹他，咱遮的子孙，也是后啊，也是遮的前面也好，当来参加这个出介绍，这是咱大家好奇。但是爱知影，因报应，甘要吃哦，这大家知影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向单点的书一鞠躬，谢谢。